2025年咧，好快就過咗一半啦嚇！我哋都嚟到約書亞系列嘅講道嘅尾聲。教會嘅安排咧就係今個禮拜講約書亞嘅24章，下個禮拜咧係一個嘅自由題。咁但係咧，阿龔牧師就話你其實都可以講23章嘅咁。咁我知道咧就阿雅雅個安排咧，下個禮拜你哋會照翻你哋自由題嘅安排就講8福。咁所以咧，我同阿 Pastor Francis 打完招呼之後咧，今日咧我雖然主要係講24章，但係我會稍為去講一下23章，因為其實我自己去讀約書亞記嘅時候，我就發覺23章同24章咧係好難分開嘅。一陣間我會話俾你聽點解嚇，但係兩個其實都係約書亞佢嘅遺言嚇。咁我哋讀成個嘅約書亞記去到一個尾聲嘅時候，係一個總結嘅時候，我哋今日會去睇佢呢兩段嘅遺言，但係我繼續講落去之前，我想邀請大家先同我一齊低頭祈禱。天父上帝，我哋喺你嘅面前恭敬嘅將以下嘅信息交喺你恩手嘅裏邊，我哋求你自己臨在喺我哋嘅中間，求聖靈感動我哋，特別感動孩子，讓我去講呢篇嘅信息嘅時候，我哋真係從約書亞嘅生命嘅裏邊見到上帝你自己嘅榮耀，聖靈你自己親自對我哋講說話。感動每一個坐喺呢度嘅弟兄姊妹，讓我哋有領受，而且我哋能夠將你嘅話語擺喺我哋嘅生活嘅裏邊嚟到活出嚟。我哋多謝你，多謝你聽我哋嘅祈禱，奉耶穌基督得勝榮耀嘅名，阿門。嗱，我成日話約書亞記咧係一個好特別嘅舊約書卷嚟嘅嚇。你喺成個嘅約書亞記嘅裏邊，你冇聽到睇到以色列人叛逆嘅故事。嚇！你係冇聽到以色列人叛逆嘅故事，唔單止佢冇記載以色列人喺攻打迦南嘅呢個時間嘅裏邊，佢叛逆佢冇記載嚇，連佢哋約書亞重新嘅嚟到去復述歷史、教導教訓以色列人都冇提過佢哋叛逆嘅故事。唯一一個出咗問題嘅就係亞干犯罪，就係艾城第一次嘅艾城戰役嘅裏邊嚇，裏邊亞干犯罪，除咗嗰度之外，耶和華係冇去責罰過以色列人，成個約書亞記都冇。喺我哋去睇原則上我哋會認為以色列人入迦南去攻取迦南地係好重要嘅嚇，但係其實成個約書亞記裏邊咧，只有記載詳盡嘅戰役係得5場，5場嘅戰役嘅裏邊只有1場第一次去打艾城嘅時候係打敗嘅。另外4場嘅戰役都係大勝，都係大勝。嗱，我哋去再睇嘅時候，你就會見到約書亞記24章嘅裏邊，前半部嘅12章係講攻打迦南地，後邊嗰12章，前半部嘅12章係講攻打迦南地，後邊嘅12章係講點樣安頓喺迦南地。所以13章一開始嘅時候，佢話俾你聽，嗰度仲有一啲有待征服之地，或者和合本嘅聖經叫做未得之地。13到19章，佢用咗好長嘅篇幅講分地，用咗好長嘅篇幅講個分地。20章我知道上個禮拜 Henry 同大家嚟到分享講設立咗避難城，或者和合本聖經叫做逃城。21章講利未人佢應該得到嘅城鎮係點樣分配。跟住22章有一個好得意嘅故事我哋冇 include 咗喺我哋嘅講道安排嘅裏邊嘅，就係嗰2個半喺約旦河東嘅支派，佢翻去啦。佢築壇嘅時候引起咗好大嘅誤會，爭啲兄弟打起上嚟，但係後尾擺平咗後尾擺平咗。23同24章咧好特別，係約書亞嘅2段嘅遺言，係同以色列人佢再一次嘅嚟到去立約。嗱，呢個2段遺言嘅格式咧，今日我冇時間講得好詳細嘅，但係你其實去睇咧，喺約書亞嘅生命嘅裏邊唔係獨有嘅呢個嘅2段遺言即係唔係只係出現喺約書亞嗰度嘅。如果你去睇申命記嘅時候，申命記嘅32、33章咧，摩西都係講咗2段遺言嘅，都係分開嘅。嗱，我哋先去睇一個問題，就係聖經嘅歷史書一般去到最後嗰1章或者2章嘅時候，講緊嘅都係一個時代嘅結束，講緊嘅都係一個聖經人物或者係一個聖經人物嘅總結。咁一般咧係會有一個嘅蓋棺定論，究竟呢個人嘅生平點咧？究竟佢嘅生命係點樣樣咧？究竟做咗啲咩事咧？嗱，你去睇嘅時候你就發覺好得意，23、24章嘅裏頭咧，你係揾唔
到約書亞佢人生嘅評價同定論嘅，係冇嘅，完全冇提到嘅嚇。同摩西喺34章申命記34章講摩西嘅生平咧好唔同。摩西嗰個嘅評價係好勁啊，好猛啊！佢話摩西死嘅時候已經120歲，佢嘅眼睛沒有分花，佢嘅精力都冇衰退。以後喺以色列人嘅裏邊再冇興起一位嘅先知像摩西一樣，佢係耶和華面對面認識嘅。耶和華差遣佢去喺埃及向法老同一切嘅臣僕以及佢哋嘅全地做咗一切嘅神蹟同奇事。摩西又在以色列眾人眼前行了一切大能嘅事和一切大而可畏嘅事，係咪好勁啊？即係你去睇嘅時候，你會明白啊！以色列人去尊崇摩西係佢其中一個歷史上最大嘅領袖，係有原因。但係似乎約書亞嘅生平冇呢啲嘅評價喎。你去睇翻轉頭嘅時候，少少你就會見到，原來約書亞嘅評價一早喺攻打迦南尾爾嗰場戰，最尾嗰場戰役嘅時候已經出咗嚟。喺11章嘅時候，佢話耶和華吩咐摩西的一切，約書亞沒有一樣不辦妥。11章15節，跟住11章嘅23節再一次話，這樣約書亞照着耶和華吩咐摩西嘅一切話，奪取了那全地。咁你可能會覺得約書亞嘅評價，聖經作者對約書亞嘅評價似乎好似同摩西分唔開咁。嗱，你去細心讀嘅時候，但係如果你去細心讀約書亞記嘅時候，其實約書亞記嘅作者對約書亞嘅描述係一啲都唔平凡嘅。嗱，我哋好多時候會讀舊約聖經，特別讀摩西五經，跟住讀約書亞記嘅時候咧，我哋有一個嘅錯覺，約書亞只不過係摩西佢嘅接班人，佢只不過係摩西嘅接班人，只不過佢完全係跟住摩西做嘅嘢。但係你仔細睇嘅時候，你發覺約書亞嘅生平其實一啲都唔平凡，甚至可以講約書亞佢唔係比摩西差好多嘅啫。你去睇打五王嗰場嘅戰役嘅時候，聖經點形容約書亞？佢話在這日以前和以後，耶和華聽人禱告嘅，沒有像這日一樣。打五王嘅時候，約書亞係叫太陽、月亮停咗落嚟，等佢哋有更多嘅時間去打嗰場仗。以前同以後，即係以前就係包括埋摩西嘅咯，係咪？其實呢個嘅講法同摩西佢嘅評價嗰裏邊話，以色列人中再沒有興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樣，係好接近嘅。約書亞同摩西一樣，都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嘅領袖。咁我哋嘅問題就嚟啦，點解約書亞嗰個嘅評價會咁唔同呢？嗱，我成日都話我哋讀聖經，特別係讀舊約聖經嘅歷史書嘅時候，我哋必須要問一個問題：究竟喺呢卷書裏邊最重要嘅信息係啲乜嘢？究竟佢呢卷書裏邊最重要，作者想我哋明白，想我哋記住，想我哋去將喺生活嘅裏邊用出嚟嗰個信息係啲咩嘢？你從以賽書亞記嘅作者對約書亞嘅評價，你會睇到佢希望讀者，包括當時當代嘅以色列人、後代嘅以色列人，以至今日我哋去睇嘅時候，我哋學到嘅啲乜嘢？你去睇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原來成個約書亞記裏邊反覆強調嘅重點係耶和華吩咐約書亞沒有一樣不辦妥。當耶和華軍隊嘅元帥出現嘅時候，約書亞第一件事，本來佢唔知佢係軍隊元帥，佢第一件事佢問：你係嚟幫我定係嚟打我嘅？耶和華軍隊嘅元帥話：我又唔係嚟幫你，我又唔係嚟打你，我係耶和華軍隊嘅元帥，我係嚟帶隊嘅。約書亞第一件事就趴咗喺度。你有咩吩咐？最重要嘅信息係約書亞一直都係嗰個信服耶和華、聽從耶和華吩咐嘅人。嗱，唔係代表約書亞冇謀略，
唔係代表約書亞佢冇能力，唔係代表約書亞佢冇生命嘅特質，或者佢冇領導嘅特質。只不過約書亞記嘅作者想話俾我哋聽，約書亞最重要嘅生命特質係佢願意敬畏、順服、跟從上帝。而且成個約書亞記裏邊好重要嘅信息係話俾我哋聽，從頭到尾耶和華上帝係主導，係帶領個位。喺成個以色列人嘅歷史裏邊，耶和華係主導帶領個位。所以你會睇到喺約書亞記最後呢2章嘅裏邊，約書亞死之前佢嘅遺言，佢離世嘅描述，成卷書嘅總結，對約書亞自己嘅生命提到唔係好多嘅，但係佢有好多好重要嘅信息話俾我哋聽。嗱，我哋講話有2段嘅遺言，你會發覺喺23章同24章都會開咗呢個遺言嘅頭嘅，但係好近似嘅。23章話俾我哋聽，約書亞就把全體以色列人、他們的長老、首領、審判官和官長都召了來，跟住對他們說，就開始講說話啦。24章呢，就係約書亞在示劍召集以色列嘅各支派，又把以色列嘅同一批人，長老、首領、審判官、官長都召了來。但係呢一次咧係好清楚話俾你聽，係喺示劍做嘅。所以聖經學者都相信其實係2段分開嘅遺言。你去睇嘅時候，你就發覺2段嘅遺言嘅輕重係有別嘅。你去睇第一段嘅時候，你發覺再講落去嘅時候，23章佢話俾你聽，耶和華約書亞召個全體話講：我而家年紀大啦，年紀不小啦，我老啦。耶和華你們的神因你們的緣故，向那些國家所行嘅一切事，你們都親眼看見了，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為你們作戰。約書亞記佢嘅23章嗰段嘅遺言一開始嘅時候，約書亞係帶領住以色列人去回顧上帝佢嘅點樣帶領佢哋嘅恩典係點樣。去到24章嘅時候就好唔同啦。24章嘅時候，約書亞對眾民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這樣說。跟住就開始，古時你們的列祖就是亞伯拉罕和拿鶴的父親他拉，住在大河那邊，他們侍奉別的神，我把你們的祖先亞伯拉罕。約書亞喺呢個地方突然之間轉咗用第一人稱，喺舊約聖經裏邊出現過幾次嘅時候，佢代表嘅都係其實講說話嘅係約書亞，以色列人聽到嘅聲音係約書亞，但係其實係耶和華通過約書亞佢嚟到講說話。而呢個地方好有趣，呢個地方係成卷嘅以賽亞書唯一一個，亦都係第一次耶和華親自嘅向以色列人講說話。所以你發覺2段嘅遺言係有唔同嘅。我哋唔係話2段遺言輕重有別嘅時候呢，唔係話邊一段重要啲，邊一段冇咁重要。但係你會睇到佢想着重嘅係唔同嘅。23章嘅2段遺言嘅裏面分咗3個段落啦，我會好快嘅去講一講。第一個而呢3個段落，一個段落比一個段落呢更加強烈嘅去提醒，甚至乎去警告。前後2段都有回憶耶和華嘅恩典應許。跟住提醒你哋要點。第3段係好直接嘅，就去警告啦。所以你見到嗰個強烈性越嚟越強。第一段嘅講緊嘅係第一段，我哋講緊嘅係第3節開始嚇。佢話要，你會發覺我就唔詳細讀啦嚇，因為就算我唔讀咧，今日我都有可能超時嘅嚇。我讀埋咧就一定超時。但係你會發覺，我哋睇聖經嘅時候，我哋睇好多嘅所謂 key words 或者 key phrase 嚇，關鍵詞或者關鍵節，你會發覺一樣嘅嘢。你會發覺有一個段嘅説，有一個詞喺約書亞嘅呢個遺言裏面反覆出現嘅，就係耶和華你們的神。耶和華因為你們的神因你們嘅緣故，向呢啲國家所行嘅一切事，你哋睇到噶嘛？所以佢先去講耶和華你哋嘅神點樣帶領你出嚟，你睇到
我哋點樣打仗噶嘛？你睇到我哋嚟到迦南地之後嗰幾場仗係點打出嚟噶嘛？你睇到耶利哥城係點樣冧噶嘛？你睇到第一次打艾城之後係點樣明明衰咗，我哋再重新打嘅時候，我哋打勝仗，成個城都滅咗噶嘛？你睇到噶嘛？嚇！跟住你又睇到上帝按住佢嘅應許，真係將迦南地分咗俾你哋啊嘛？嚇！咁你而家信唔信耶和華跟住會幫你，會帶領住以色列人去將剩翻喺迦南地嘅外邦人都趕走埋先？但係跟住約書亞就提出好緊要嘅嘢，所以你們要嚇，佢就開始講到你哋要十分嘅堅強，緊守寫在摩西律法書上面一齊話，而最重要一樣佢話，使你們不偏向左，必不偏向右，使你們不與你們中間剩下的這些國家中嘅人來往，他們的神的名你們不可提，不可指着他們起誓，不可侍奉他們，也不可敬拜他們，只要照着你們一直以來所行嘅，緊緊依靠耶和華你們的神。你去睇呢度你就覺得好得意。約書亞佢去講緊嘅係呢班嘅以色列人確實喺進入迦南地打呢幾場仗嘅時候，係一直都緊緊依靠耶和華嘅。嗱，如果唔係就唔會咁講啦，係咪啊？即係唔會就話你啲只要照着你們一直以來所行噶嘛。如果一直以來所行嘅都係好流口水，都係求求其其 hea 住做嘅，約書亞就一定唔會咁講。所以你見到原來嗰段嘅日子唔係淨係約書亞記嘅作者唔提咁簡單，係確實嗰班嘅以色列人係好認真咁去敬畏跟從耶和華。約書亞就話俾佢哋聽，仗而家打咗大部分，地分咗俾你哋，你一定要再將呢班嘅人趕出去。趕出去嘅時候，你一定要繼續緊緊嘅依靠耶和華。呢個係第一個嘅提醒，同埋第一個嘅小段落。第二個嘅小段落係喺9節到13節，佢嗰個嘅約書亞好似係覺得我提完呢一切嘅時候未夠，佢翻返轉頭佢再提一次。因為耶和華已經把那又大又強嘅列國從你們中間趕出去啦。至於你們，還沒有一人能在你們面前站立得住，你們一人可以追趕1000人。約書亞要再提翻佢哋一次，你睇下，其實你打咁多場仗都係贏嘅。就算艾城第一場打輸咗，第二場再去打嘅時候，成個城係滅咗嘅。你要記住呢一切，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照着他應許你們的，為你們作戰。約書亞記另一個好重要嘅信息係，為以色列人作戰嘅係耶和華，為我哋教會作戰嘅係耶和華。只要我哋依靠佢，為列孫家作戰嘅應該係耶和華。只要我哋願意依靠佢，敬畏佢。所以約書亞跟住嘅提醒就係，你們自己要十分謹慎。謹慎啲咩嘢咧？愛耶和華你們的神。你呢個你就覺得，如果你就咁睇字面，你會覺得點解愛要謹慎呢？點解愛都要謹慎呢？原來約書亞講緊嘅係，你唔好口噏噏就當你自己係愛耶和華，因為佢後邊就講咗一個好嚴重，比第一個小段更嚴重嘅提醒。如果你哋轉離耶和華與你們中間剩下的這些國家餘民聯絡，和他們通婚互相往來，你們就必知道乜嘢？耶和華你們的神必不把這些國家從你們面前趕出去。如果你要同佢哋去通婚，要去同化，要去同佢哋一樣嘅，同佢哋一齊嘅嚟到去敬拜偶像嘅話，耶和華應承幫你哋趕佢出去，唔會實現。不特止，直
到你們從耶和華你們的神賜給你們的這美地上滅亡為止。係咪比第一個嚴重好多？好嚴厲嘅一個警告，而且你發覺好有趣。當約書亞去講到耶和華嘅作為，為佢哋做咗啲乜嘢嘅時候，佢就話耶和華你們的神，係嘛？一路不斷重複耶和華你們的神。但係當佢講到如果你哋轉離開耶和華，去同呢一班嘅外邦人嚟到通婚，去跟住佢哋拜偶像嘅時候，係耶和華也必照樣使各樣嘅災禍臨到你們身上，耶和華必向你們大發怒。約書亞話緊俾班以色列人聽，如果你要離開上帝嘅時候，耶和華仍然係耶和華，但係呢個耶和華已經唔係你們的神。第一段嘅遺言強調嘅係要按佢哋而最後一段嘅遺言喺23章嘅14、16節佢裏邊佢講到，就係一個咁大嘅一個嘅提醒。我跳得快咗啊！但係你會睇到第三段嘅遺言係好嚴厲嘅話俾佢聽，呢一切都會化為烏有，直到你哋喺呢個地上邊消滅為止。第一段遺言，成個嘅23章第一段嘅遺言，強調嘅係耶和華已經按佢嘅應許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土地已經分咗俾你哋。以色列人，你哋要堅強，要謹慎，唔可以偏離，否則恩典點樣嚟到，災禍一樣會咁樣嚟到。耶和華係守約嘅神，但係你同時間要去守約。於是乎去到24章嘅時候，約書亞第二次講遺言嘅時候，就更加將呢個守約嘅概念嚟到去放大。嗱，我哋睇24章呢段遺言嘅時候，好多時候我哋聚焦咗喺佢第二部分，講緊14至到28節，去講緊立約嘅地方。其實前邊嘅半部分一樣咁重要。以色列約書亞記佢係24章第2節嘅話，約書亞對眾民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這樣說：古時你們的列祖，就是亞伯拉罕和拿鶴嘅父親他拉，他住在大河嘅那邊，佢哋侍奉別的神。呢個係成個嘅舊約聖經第一次好清楚嘅話俾讀者聽，原來亞伯拉罕嘅爸爸他拉唔係信奉耶和華嘅，係拜偶像嘅，或者最少佢係好似當時嘅嗰個地區嘅人一樣，係多神主義嘅，即係又拜耶和華，又信上帝，又同一個時間拜其他偶像。但係耶和華將摩西去呼召出嚟，跟住咧嗱，呢度啲字係好密嘅，你唔好睇啲字，你淨係睇紅色就夠啦。你會發覺約書亞記第24章一開始嘅時候，我哋正有講過，係耶和華上帝親自嘅嚟到口述，嚟到去將佢嘅說話嚟到去講一次。你發覺呢個過程佢裏邊就好特別。耶和華一開始講：我把你們嘅祖先亞伯拉罕從大河嘅那邊帶出來，領他走遍迦南。我差派了摩西和亞倫，我領你們嘅列祖離開埃及，我在埃及所行嘅事，我領你們到了住在約旦河東嘅亞摩利人嘅地，我把他們交在你們手中，我也在你們面前把他們消滅。我不肯聽巴蘭嘅話，記唔記得曾經有一個王請巴蘭去咒詛以色列人？上帝話俾你聽，唔係淨係因為巴蘭奸你哋冇事啊！即係我哋嗰時候覺得，因為嗰個人唔好，所以上帝會保護我。唔係，嗰個係上帝嘅主權。上帝話俾你聽，係我不肯聽巴蘭的話，我就
救了你們脫離他的手。我把他們再繼續講落去嘅時候，佢講到喺入咗迦南地之後，耶利哥嘅人與你作戰，亞摩利人嗰一紮嘅7個民族嘅人同你哋作戰，我把他們交在你們手裏，我派了黃蜂在你們前面，我賜給你們的土地，我賜給你們的城市。上帝喺呢度通過約書亞嘅口，話俾一班嘅以色列人聽，呢一切嘅事完全係佢自己嘅作為。但佢特別提到，並唔係你哋用刀，並唔係你哋用弓。你哋得到嘅土地唔係你哋勞苦開墾嘅。你哋而家所住嘅，我賜俾你哋嘅城市，唔係你哋建造嘅。你哋而家享用緊嘅葡萄園、橄欖園，唔係你哋栽種。上帝強調，由入到迦南打勝仗，到土地、城市、農地、農產，一切其實都係來自耶和華。以色列人有冇出過力啊？有。有冇去打過仗啊？有。有冇派兵出去打？實實在咁樣有。但係上帝提醒佢哋，一切都係因為耶和華與佢哋同行，係耶和華發力嘅結果。縱然喺歷史嘅裏邊，上帝係講緊嘅係縱然喺歷史嘅裏頭，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叛逆佢，離開佢，佢仍然係不離不棄。而呢個不離不棄嘅背後係有原因，我哋必須要去睇返創世記，上帝喺同亞伯拉罕、亞伯蘭佢講嘅説話，看啊，這就是我和你立的約，你要作多國的父，你的名不要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經立了你作萬國的父，我要使你極其昌盛。國度因你而立，君王必因你而出。我要與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成為永遠的約，使我作你和你後裔的神。我要把你現在寄居嘅地方，就是全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作永遠嘅產業。一個源自亞伯拉罕，上帝同佢立嘅約，延續到呢個時候，上帝仍然去守約。而摩西喺出埃及記同上帝重新立約嘅時候，耶和華就用咗一個咁嘅方法嚟到去表述。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嘅神，不輕易發怒。呢個係環球聖經譯本最新嘅一個翻譯。有豐盛的忠誠之愛和信實，為千代存留忠誠之愛，赦免罪責過犯罪惡。忠誠之愛呢個嘅翻譯喺環球聖經譯本裏邊用嗰個嘅字嘅原文希伯來文咧係核殺。核殺呢個字好特別，佢唔係講一般嘅愛啊。謝霆博士係而家呼拿神學院嘅舊約教授，係華人世界希伯來文嘅一個可能係最突出嘅學者。佢去解釋嘅時候，佢用咗一個方法。我早幾個禮拜聽佢一個講座，好特別。佢話唔係普通嘅愛，係不論對方有幾唔好，有幾拗教，有幾糟糕，你嗰個嘅上帝仍然會繼續愛佢。即係如果用而家嘅網絡上最流行嘅講法咧，即係就算一個人佢愛着嗰個係渣男渣女，佢都會繼續愛佢，佢仍然繼續愛佢。所以喺《申命記》嘅時候，佢另一個翻譯就係話呢個上帝係一個守約施慈愛嘅神，直到萬代。當約書亞重新嘅去講晒呢一段嘅歷史之後，去到24章嘅14、15節，約書亞就去俾以色列人一個嘅挑戰。佢話：你哋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真誠地按着真理侍奉他，把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和埃及侍奉嘅神除掉，去侍奉耶和華。
跟住佢話：如果你們認為侍奉耶和華不好，那麼今日你們就可以選擇你們所要侍奉的。你們究竟你要侍奉嘅係你哋列祖喺大河那邊去侍奉嗰位神啊，定係呢個地方住喺亞摩利地嗰啲嘅人佢哋侍奉嘅神？但係跟住約書亞就講咗一句，我哋好多人可能屋企掛咗個牌都會寫嘅説話：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侍奉耶和華。約書亞就對以色列人做咗一個咁嘅挑戰。喺佢自己年紀老邁，佢覺得佢就快要翻去見上帝嘅時候，佢就提出一個咁嘅挑戰：你哋究竟要點揀？正話耶和華已經親口同你哋講晒呢番嘅説話啦。咁你哋究竟而家要點揀？以色列人就俾咗一個好有趣嘅回覆。佢嘅回覆，佢第一就話：我們絕對不會離棄耶和華去侍奉別嘅神。跟住佢就一輪嘴去講，因為耶和華我哋嘅神把我們從我們同我們的列祖從埃及為奴之地領出來，並且在我們眼前行了各樣偉大嘅神蹟，又在我們所行嘅一切路上和我們經過嘅一切民族中間，他都保護了我們。耶和華又把所有嘅民族和住在這地嘅亞摩利人都從我們面前趕走，所以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因為他是我們的神。去到呢度，你又發覺好得意。約書亞跟住就俾咗個好奇怪嘅答覆：你們不能侍奉耶和華。嗱，你去讀聖經嗰陣咧，我第一次讀到嗰陣，我嘅感覺都係：約書亞，你搞乜啊？你講咗咁多嘅嘢，你唔係就係想以色列人答應話佢哋要侍奉耶和華，要跟隨耶和華唔會變嘅咩？點解當佢哋話佢哋要跟隨耶和華，同埋個聲音好似咁肯定嘅時候，你會話你們不能侍奉耶和華？你究竟搞啲乜？但係當你再讀落去嘅時候，你就會發覺，約書亞話：因為他是聖潔的神，他是妒忌的神，他必不赦免你們的過犯和罪惡。如果你們離棄耶和華，去侍奉外族的神，那麼在耶和華賜福給你們之後，他必轉移降禍與你們，把你們消滅。嗱，你讀完呢一段，你再翻翻轉頭睇以色列人剛才第一個回答，你就大概睇到個問題出喺邊。以色列人只係去提，因為耶和華嘅恩典，因為耶和華嘅帶領，我哋一定跟隨佢。約書亞係話俾佢聽唔夠，你唔好又是好似祖先一樣，或者呢度嘅居民一樣，諗住上帝有恩典，我就跟住佢。如果其他嘅外邦人，佢哋嘅神，佢哋嚟嬲我哋，一齊去敬拜佢嘅神，或者敬拜佢嘅神有咩好處嘅時候，我咪又跟下咯。你千祈唔好咁諗。約書亞話俾佢哋聽，你咁諗就大件事。你如果諗住你可以求求其其咁樣，只不過係去睇重上帝嘅恩典、耶和華嘅恩典，你就話要跟隨，你就大件事。今日我哋嘅信仰又點呢？我哋會唔會有啲時候都將上帝變做只係一個嘅陪撒、一個嘅觀音、一個嘅黃大仙？只記得強調佢嘅恩典同保護呢？我哋有冇忘記咗守約嘅上帝對我哋都有守約嘅要求呢？跟住約書亞同呢一班以色列人再有幾個嘅對話，再去確認唔係噶，我哋係真係會侍奉耶和華嘅。咁約書亞就話：如果你係認真嘅，我就要你作證噶啦。跟住約書亞再提出一個兩個 step 嘅要求。現在你們要除掉你們中間外族人嘅神，先將嗰啲嘅偶像除去，唔夠，跟住係一心歸向耶和華。你如果話我一心歸向耶和華，你冇去除去呢啲偶像，唔夠。
你除去咗呢啲偶像，但係你唔係一心歸向耶和華，一樣唔夠。兩樣同樣嘅重要。跟住約書亞就帶領佢哋立約。呢個立約好得意啊！呢個立約唔係以色列人再次同上帝立約，因為呢個約已經立咗幾次。你去睇嘅時候，佢係講緊約書亞就與眾民立約。呢度佢講緊嘅係其實係一班嘅以色列人，佢要出嚟作證，因為佢之前佢哋講我們願意作證，佢願意去落一個嘅誓言，落一個嘅 commitment。佢話我係真係會跟從耶和華，我真係會將嗰啲嘅偶像除去，我係真係唔會再離開耶和華。結果好特別。我哋淨係話過，成個嘅約書亞記冇提過以色列人嘅叛逆。於是乎個結果係喺約書亞記24章31節，佢話約書亞在世嘅日子和約書亞死後，那些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嘅一切事嘅長老還在世嘅日子，以色列人都侍奉耶和華。嗰一代嘅人全部走過咗曠野嘅路，或者喺曠野裏邊出生嘅，睇過耶和華點帶領佢哋打入迦南地嘅，真係終其一生都冇再離開過耶和華去侍奉。但係之後又點呢？約書亞記之後係士師記，士師記嘅第2章8至14節咁話俾我哋聽，耶和華的僕人嫩的兒子約書亞在110歲的時候就死了。那一代的人都歸到他們的列祖那裏以後，有另一代的人興起來，他們不認識耶和華，也不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嘅事。跟住以色列人行了耶和華看為惡嘅事，去侍奉巴力。他們離棄了領他們出埃及嘅耶和華，他們列祖嘅神，去跟從別的神，就是他們周圍各族的神，敬拜他們，惹耶和華發怒。他們離棄了耶和華，去侍奉巴力和亞斯他錄。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過咗一代之後，以色列人忘記咗上帝嘅恩典，離開耶和華。約書亞記成卷書冇提過以色列人嘅叛逆。接住落去嘅士師記，如果你有機會速讀一下，成卷嘅士師記冇提過以色列人敬畏順服耶和華。一代嘅敬畏接住落嚟，居然係另一代人嘅悲哀。我哋呢度好多係做家長嘅，我哋今日話我哋相信耶和華，跟從耶和華，敬畏耶和華，我哋做咗幾多嘅嘢去確保鼓勵我哋嘅下一代一同嘅去跟隨耶和華？約書亞記最重要、最核心嘅信息係我哋要敬畏、要侍奉、要跟從。約書亞以色列人進入咗迦南地之後，佢哋願意敬畏、侍奉、跟從。約書亞一生做嘅係敬畏、侍奉、跟從。我哋學咗啲咩嘢？你去睇成個約書亞記其實好有意思。打耶利哥係講緊順服。亞干犯罪，耶和華講得好清楚，係因為佢違約，佢違反咗嗰個嘅約定，佢冇守約。耶和華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打贏咁多場勝仗，係因為佢係守約嘅神。我哋學到啲咩嘢？
喺我哋心目中，敬畏神、侍奉神、跟從神係乜嘢一回事？你所敬畏嘅係一個點嘅神？係一個有求必應、事事會保護你嘅神，定係一個唔單止對你對我有忠誠之外，亦都要求我哋對佢要有忠誠嘅神？我哋話我哋侍奉神嘅時候，我哋係點樣侍奉？我哋係嗰啲我哋喜歡，令我哋感覺良好，令我哋覺得好舒服嘅時候，我哋就去侍奉。定係會唔會有一啲嘅侍奉嘅環境，侍奉要我哋做嘅嘢，令我哋唔係好舒服嘅，我哋仍然會去做。當我哋話我哋要跟從神嘅時候，我哋係點樣跟從？係我哋覺得合理、方便、啱我嘅時間，唔影響我工作，唔影響我或者我啲仔女去上興趣班，唔影響佢哋嘅 birthday party 嘅時候，我哋就跟從。定係無論上帝要求我哋乜嘢，甚至乎好似以色列人，佢要求以色列人去打耶利哥城嘅時候，淨係圍住個城嚟轉圈，喺軍事上係完全不合邏輯嘅，係咪啊？但係因為耶和華主導，呢個係上帝嘅帶領同命令，我哋就會跟從。今日當我哋睇完成卷嘅以賽亞書嘅時候，你嘅生命得着咗啲咩嘢？喺結束嘅時候，好想同大家唱一首歌，With All I Am，全然屬你。我想請大家同我一齊低頭。天父上帝，我哋喺你嘅面前，願意將我哋嘅生命再一次交喺你恩手嘅裏頭。你係嗰位守約施慈愛嘅主，你唔單止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去到迦南地，你將我哋帶領住我哋去走過咗人生嘅好多高山低谷。上帝，我哋求你俾我哋睇到你嗰個應許帶領係幾咁嘅實在，你又俾我哋知道我哋要點回應你。你唔係淨係喺嗰個我哋經歷風調雨順、經歷恩典嘅時候，你係我哋嘅神。你係嗰個要求我哋要忠誠嘅去愛你、去跟隨你嘅主。我哋知道我哋嘅好處唔喺你以外，但係有時我哋嘅信心真係唔夠。我求你俾我哋每一個嘅弟兄姊妹，俾我哋自己每一個人嘅生命，俾呢個教會好實在嘅去經歷你係嗰個有恩典、有憐憫，你係嗰個守約施慈愛嘅主，亦都俾我哋十分嘅堅強，十分嘅謹慎。我哋真係能夠喺你嘅面前與你自己同行，捉緊你嘅手，跟隨你，唔會隨便嘅放開。我哋多謝你，多謝你嘅愛，多謝你嘅憐憫，多謝你嘅恩典，多謝你嘅同行，多謝你嘅呼召。我哋嘅禱告、仰望、交託、讚美，都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榮耀又滿有恩典嘅名。我哋一齊講 Amen。清楚。